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要来读《尼希米记》第7章第4节到73节，主题是无法度证明身份的名字。咱先来读第4节到第5节。耶路撒冷城看阁大，城内住民也真少，起好的厝嘛无济。我的上帝感动我，调集贵族、官长甲人民来登记因的家谱。我找到头一批流放回乡的人的家谱，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。当尼希米伫短短52天内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了后，伊发现一个问题：耶路撒冷城看阁大，城内住民也真少。城墙已经完成啊，毋过城内欠缺生命力。要重建这个城市，袂使干那靠几个人尔。伊需要知影讲啥人属于遮，啥人有权利甲责任继承这块土地甲使命。所以上帝感动伊做一件代志，查家谱点百姓。这份家谱毋是尼希米新写的，是伊找到头一摆转来的人的家谱。这是啥物？这是50多年前所罗巴伯时代头一批转去的以色列人的名单。名字伫遮就是咧讲证明，伊证明你伫巴比伦受过苦，毋过心挂意耶路撒冷的忠心护卫。伊证明你是圣约的继承人，这是重建家园、分派土地，甚至是决定圣殿服侍资格的唯一根基。无名你就无身份，无家谱你就无未来。这份名单落长，为第6节一直记载到第60节。咱先来读这段第6节到第65节。以前为犹大地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去的人民，现在为遐倒来耶路撒冷甲犹大，转去逐个人的故乡。因甲所罗巴伯、耶稣亚、尼希米、阿撒利雅、拉米、拿哈尼、马尼、摩底改、毕山、米苏比列、比格瓦伊、尼宏、巴纳做伙倒来。以下是这倒来的以色列人民的人数：巴录的后代2172人，示法提雅的后代372人，阿拉的后代652人，巴哈摩押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约押的后代2818人，以兰的后代1254人，撒土的后代845人，撒改的后代760人，宾类的后代648人，比拜的后代628人，阿甲的后代2322人，阿多尼干的后代667人，比格瓦伊的后代2067人，阿丁的后代655人，阿德的后代就是希西家的后代98人，哈顺的后代328人，比赛的后代324人，哈拉的后代112人，基边的后代95人，伯利恒人甲尼多法人188人，阿那突人128人。28节，伯阿苏马维人42人，基列亚林人、基菲拉人甲比罗人共743人，拉玛人甲加巴人共621人，别马人122人，
必得二人甲爱人共723人，另外一个尼泊的后代52人，另外一个伊兰的后代1254人，哈林的后代320人，耶利哥人345人，罗德人、哈地人、阿那人共721人，西那人3930人。39节，耶稣亚的家耶大雅的后代973人，因灭的后代1052人，巴苏胡尼的后代1247人，哈林的后代1017人，利未人何达维雅的后代就是耶稣亚甲加灭的后代74人。负责献诗的，就是阿萨的后代748人。圣殿的守卫，就是沙龙、阿德、达文、阿国、哈底代甲索拜的后代，共738人。圣殿的工人，西哈的后代、哈索巴的后代、达巴俄的后代。基律的后代、西亚的后代、巴顿的后代、利巴那的后代、哈加巴的后代、撒麦的后代、哈兰的后代、吉德的后代、加哈的后代、迪阿雅的后代、迪信的后代、尼哥代的后代。加散的后代、乌萨的后代、巴西亚的后代、比赛的后代、米欧灵的后代、尼普辛的后代、巴卜的后代、哈古巴的后代、哈弗的后代、巴西律的后代、米希代的后代、哈沙的后代。巴哥的后代、西西拉的后代、达马的后代、尼西亚的后代、哈提法的后代。57节，所罗门的仆人的后代，就是所泰的后代、所菲列的后代、比罗代的后代、亚拉的后代、达昆的后代。吉德的后代，是法提雅的后代，哈提的后代，波希列、哈苏巴音的后代，阿文的后代。圣殿的工人甲所罗门仆人的后代共392人。为德米拉、德哈萨、基洛、阿顿因灭上来。袂当证明因的宗族世系是毋是属以色列人的。地来雅的后代、多比雅的后代、甲尼哥代后代共642人。这时中找无世系的有哈巴雅的后代、哈哥斯的后代、巴西来的后代。巴西来带基列人巴西来查某囝做某。所以采用巴西来的名，因袂当担任祭司的职分。省长甲因讲，毋通食献互上帝祭物，听候会晓用乌灵甲土明的祭司出现，才来裁决。咱头拄读的这段，其中第61节到63节。是这份落落长名单中间一个关键的部分。这三族人，因自称是祭司，因的名字伫普通百姓的家庭内底，互人流传落来。毋过，当因要正式执行祭司的职分的时，问题来啊！伫族谱内底所找无家己的名字。因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法度证明身份的名，因有名字，
合邦啊、合高斯、巴西来，因有自称的历史，因是祭司的后代，因有热情，为远远的巴比伦转来，想要来服侍上帝。毋过欠什么？欠官方的认证，欠历史的记录，欠迄份政治充分的家谱。落尾的判决非常严厉。第一，互算做无清气的，这毋是道德上的垃圾，是身份上的无清气、无清楚，互因袂使执行圣职。第二，不准做祭司的责任，因互人排除伫圣殿的服侍以外。第三，着爱等待乌灵甲透明的祭司，这个意思是因着爱等到上帝亲自互因一个明确的答案。讲遐济，这互咱一个提醒，伫咧属灵的角度内面，咱的身份嘛着爱有正式的、被认证的。咱今仔日可能嘛拄着无法度证明身份的名字的属灵危机。第一，教会名字，我咧教会内底足热心，不时咧聚会服侍。毋过我的名敢有写伫咧生命册顶面？我的身份证明是我出伫人面前有做啥？也是出伫我伫上帝的面头前。第二，家族遗传，阮爸母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我自出世就伫教会，我的信仰是我家己的决定，也是敢若是家族的遗传。祭司的后生无一定是祭司，信徒的后生嘛无一定自动成做信徒。第三，母的信仰，咱敢有像这三族的人同款，敢若一个名字含传说，所无家谱的记录。真正的身份是透过甲基督建立的关系、圣神的印记，佮活出含受调做伙生活的来证明的。尼希米记甲咱提醒，咱袂使靠一个母的自称来领受属灵的权利甲福分，咱着爱确定讲，咱的名是真真实实列伫咧上帝的生命册顶头。继续来读66节到73节。大会会场拢总有42360人。以外，也有因的男仆女婢7337人，男女献死的有245人，因有马736只，骡245只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只。有一寡人为着工程赞助。省长捐8公斤的金下伫府库，碗50块，甲祭司的礼服530丝。有的族长捐168公斤的金，1250公斤的银下伫工程府库。有真侪人民捐168公斤的金，1140公斤的银，甲祭司的礼服17丝。对安尼，祭司甲利未人、圣殿的守卫、负责献死的，以及一部分的人民、圣殿的工人，甲以色列证人，拢住伫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。到7月，其他的以色列人住伫家己的故乡。虽然有这祭司因为家谱的问题，互人暂停职务。毋过，规个经文的结尾
刷一个真水的画面，全体转去耶路撒冷的人同心合一的行动。以色列人住伫家己的故乡，就算讲有个人还咧等待身份的证明，毋过大多数的人靠这份互确认的家谱，领受着属于因的产业甲使命。因知影家己是啥物人，知影家己对叨位来，知影家己爱伫叨位。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嘛来看咱家己的属灵的家谱。咱的名是毋是伫上帝生命册顶面清清楚楚记载伫咧？咱所领受的身份敢徛会牢？愿咱拢是一群身份清楚、无法度指责的真的上帝儿女，拢会当住伫上帝为咱准备的属灵的城内，完成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尼希米记提醒阮身份的重要性。阮承认，有当时阮嘛亲像遐个无法度证明身份的祭司，只有一个无明的信仰名义，所欠缺生命册顶悬的印记。求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坚固阮甲你的关系，愿圣神做阮的记号，证明阮是你所疼的囝儿，帮助阮活出甲受调斗大的生活，互阮毋是干那讲有名，搁较是有生命的真实见证，来荣光主圣名。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